来看卫生福利部统计哦，到去年底为止，全台湾糖尿病人口嘛已经超过250万人咯。糖尿病学会嘛提醒讲，台湾的糖尿病是有少年化的趋势，一寡较少年的朋友哦，病情的恶化是真紧，平均的岁数哦比一般人减少14档。未少少年人爱食高油高糖这的4小来疏解压力，平常时搁较无运动，有哪会体重超过标准大考，也增加得到糖尿病风险。有临床医师发现，糖尿病已经有年轻化趋势，无过是老大人的专利。糖尿病年轻化，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啊。那跟体重的增加有非常大的关系。3C 产品的进步，现在生活跟以前的活动量啊，现在人活动量减少。糖尿病学会表示，40岁以前再发现糖尿病患者病情恶化更较紧，并发症风险更较悬。台湾糖尿病年鉴资料显示，65岁诊断出糖尿病。女性平均医病下降0.7年，男性是下降0.1年。那40岁得到糖尿病，女性平均医病下降2.6年，男性下降3.2年。国外研究指出，那30岁确诊糖尿病，平均的生命会比一般人减少14年。糖尿病年轻的族群，他在就诊的行为上是比较没有按照规则去就诊来控制糖尿病的，所以未来呢，他跟同年龄的人来比，他死亡率是比较高，而且比较早死亡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到2024年底为止，全台糖尿病人口已经超过250万人，平均每10个人都有1个人可能是糖尿病患者。医师建议民众保持规律运动，搁定期健康检查，将远离糖尿病威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